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呢個吳亮星同埋黃國興咧就話咧，我哋拉布咧就阻住佢做嘢。我想請問你做到乜嘢咧？喺呢個立法會裏邊，全部都係無約束性嘅動議。每個禮拜三翻嚟講完冇約束力嘅，狗噏係咪？你做咗乜嘢咧？第一，我讀一讀第74條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，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，呢個有約束力㗎啦。凡不涉及公共開支及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，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；凡涉及政府政策者，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。即係任何真係有約束力嘅嘢，係要問過政府先提得出嚟嘅。你做咗乜嘢咧喺度？咁政府拎嚟嘅嘢，可唔可以修訂咧？我又輸咗幾廿萬㗎啦，就同呢個范徐麗泰打嘅。個法官就話：既然間你74條你提出嚟嗰陣時係要問過政府，你修訂都要問過政府啦，咪咁咯？呢個就係事實嚟嘅。我打咗啦，咁我唔該你兩位啦。你做過咩係對香港人有益嘅咧？領匯冇得投票嘅，我唔算你啦。公屋租金封頂又係你哋通過嘅，兩鐵加價機制又係你通過嘅，可加可減，全部都係政府攞嚟食啊！死唔食又死，又唔敢拉布。你通過咗啲，你而家同香港人道歉啊！你更加有做嘢啦！225萬一日嚟俾你哋助紂為虐啊！知唔知啊？用225萬一日俾你哋去同政府抌印啊！夠未啊？仲要禮拜五俾你去請佢食飯啊！請你貴賓盧偉國議員講嘢。